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5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丁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罢免人数造假案件，国民党台北市党部的主委黄丽锦如甲宜兰党部的干部李志辉、陈建峰、卢林杰拢裁定受压。法国一间学校有15岁学生举刀乌白杀人，造成1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落尾是去予教师压制，转送病院治疗。台南有一间被金纸被抛的店面半暝火烧，消防人员拍拼2点钟才甲大火拍花，受困的头家翁仔某不治死亡。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这罢免人数造假案件，国民党台北市党部的主委黄丽锦如进前是无报请回，昨检方控告成功，今仔日搁再召开羁押庭，并盘是裁定爱羁押禁见。另外，宜兰的国民党部嘛传出有罢免人数造假案件，主任李志辉也有党部的2位干部陈建峰、卢林杰嘛拢去互裁定爱受押禁见。诸位有信心吗？诸位今天有信心吗？今天有信心吗？面对提问无回应，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丽锦如看起来真忝，伫边的人呼查之下，行入去法院，北检侦办不实人数案，黄丽锦如17号约谈了后，声押禁见。台北地院裁定无报请回，检方不服提起控告，高院24撤销北院原裁定，发挥公裁。北院25透早10点展开黄丽锦如的声押庭。今天有信心吗，律师？谢谢。有信心再5保一次吗？我们希望司法要能够标准一致、公平公正。不实人数炭烧，国民党宜兰县党部也互检举，罢免立委陈俊武连署数超过50分，牵连到死亡甲伪造人数。检调24大动作超速甲约谈县党部罢免领含人的徛家等等。慧玲有没有觉得很冤枉？头顶白色的帽仔，穿白衫的就是罢免民进党的立委陈俊武，领含人李慧玲。穿紫色的查甫是副领含人关天德，因为牵连到违反个资法、个伪造公文书等罪嫌，24暗时互检方约谈到案。李慧玲信后以20万交保，副领含人关天德15万交保。不过其中卢林杰、陈建峰、李志辉等3名党工是互检方声押禁见。宜兰地院25裁定卢林杰、陈建峰甲李志辉3个人声押核准。已经正式进入司法程序的话，那现在就已经在调查，我们会尊重司法，让那个整个程序走完之后，我相信就能够水落石出。针对外界质疑讲，检调去宜兰县党部超速，疑似查扣2届连署书公文的代志，宜兰地检署已经发新闻稿驳回讲，甲事实无符合，公文已经由律师领回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因为不满最近互调查人数造假的争议，国民党是发起4月26明仔载要上凯道游行，抗议司法对杀。就连立法院长韩国瑜嘛表态伊要去参加。不过民进党就认为讲，这立法院内部规定院长就要保持中立，所以批评韩国瑜失职，无再调做立法院长。国民党号召民众一道上凯道，定调反立强、战独裁。党主席朱立伦表示，这不是单纯祷告，是倒来。针对因下野清洁党部被搜查，连办立委的公文拢被收走，批评司法完全尽职，办了无办了。民进党真的是毫无底线啊！用这样不成比例的方式啊，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其实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不准罢民进党，要停止任何一切敢反对赖清德，敢反对民进党。我想这是台湾民主的悲哀哦。明天4月26号下午在凯道，大家站出来。国民党强调已经有至少5万人报名。另外，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罗秀贤等国民党籍地方首长，甚至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要参加。立法院长韩国瑜25也表态也要参加。一起上凯达格兰大道，发出大家正义的吼声。身为立法院长，
我希望新的国会，大家的表现配合行政院、立法院，大家一起携手合作，能够解决悬在台湾人民头上这3把刀：关税刀、军演刀跟罢免刀。任何的伪造文书，任何的死亡联署，难道不该办吗？到凯道去的时候，所有的行为，政治上的行为也都必须要面对。不管你是院长，或者是你是党主席，或者你是市长、你是县长，到了现场不要做出伤害国家、伤害人民的行为。民进党批评关税甲军险的部分，立法院长应该维持技术中立，和特别预算甲国安法案赶紧通过。大罢免部分应该尊重人民权利，不应该支持违法造假。那也是表示，立法院长是伫技术主持爱中立，无代表并参加政党的活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行政院会通过4101个特别条例草案，被送去立法院审议。不过在野就质疑讲，这其中有6成是甲关税冲击无关系，嘛强调无同意半部予台电。因为行政院长倒因开始表示讲，这半部予台电，就是希望要来帮助物价会当稳定。伊日白会亲身去到立法院来拜会，说明预算的内容。请各党团在下礼拜1的时间能够容许有时间，我会亲自到各党团去做说明，拜托，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特别条例。杜英台强调会亲身到立法院各党团详细说明特别预算的内容，其就是行政院会通过4100亿特别条例，不过知影批评6成甲关税冲击无关系，佮质疑发布台电1000亿，之后被删掉预算佮恢复。不过杜英台回应，挹注台电是要帮助稳定物价。产业界都希望今年不要再调涨任何的电价。如果这个时候能够让台电有1000亿的挹注，有助于未来电价审议委员会在审议的时候，让电价能够更趋于稳定。那别党团拢表态无同意半部台电，那也佫表示应该爱破坏现金。民进党团是认为，这摆特别条例财源是妥善使用税计村的，各全方面照顾民生甲产业甲国家发展。除了扣掉劳健保的部分，要给这个普发1万块绰绰有余啊！那台电的1000亿啊，要可以讨论，除非他承诺要用核电。除了短期的、眼前的因应关税的冲击，更有中长程协助支持产业来转型，所以这是一个 all in one 的特别条例。郭素瑶强调，半部台电就是回应在野党各民生的诉求，呼吁朝野拢该支持。另外特别条例当中，农业部编的预算180亿，用伫对比输出有直接或者是间接影响的产业。不过因为关税还无确定，农业部长陈俊贵表示，未来若大幅度的调整，会依照定数向行政院争取更较侪经费。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积电预测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下降到2.91%，另外嘛提醒说落来可能会出现汇率战。为着要因应美国关税政策的冲击，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是去到台南，甲产业界开座谈会。伊讲在野拢咧话讲爱普发现金1万块，毋过这条钱不如是用来咧支持咱国内产业靠谱。透早起，台南安平工业区甲在地产业界代表进行座谈。总统赖清德甲经济部长郭志辉，还有行政院秘书长蒋明生等行政团队成员，目标放伫关税政策变化甲产业发展议题。总统强调，政府因应关税冲击，4月初第一时间就提出880亿支持方案，因应产业反应提悬到930亿。政府是希望在这个关键时刻，钱要花在刀口上。在野党是希望每一个人普发1万块钱，一个人1万块钱就2300多亿，2300亿要怎么样来使用，对台湾整体的经济发展比较有帮助。受川普政府关税一直调整政策，但今年下收全年经济成长率是2.91%，比1月预测单下收0.51个百分点。预测在提早优惠效应之下，下半年外需可能会明显转弱。对着关税政策调整，更较注意的是连续来汇率战。
要注意是因为变淡，地区下价竞争。要是人民币贬值，东南亚会有好几个货币跟它一起贬，但是升值的呢，日本、台湾。东南亚的泰国跟越南就有可能被美国逼得升值。如果现在大家都不能卖美国，大家就互相往内互打，互相乱卖，谁价格低，谁就会卖得更好。现在有一点超额利润哦，因为真的是转单。目前，我们看得比较清楚，这是第二季。那3、4季要等川普的对等关税出来才会知道。陈经理分析。这波博弈的问题一直升温，再加上民间投资也有消费也下收，为了全年的经济出现监管后继态势。另外，美国联总会发出可能降利息的信号，鼓励美股起来。台股2股跳空开悬，在电子金融宽达股带领之下，目徛到2万点的大关。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伫咧台南北区有一间咧卖金纸卖泡的店面，半暝1点外熊熊发生火烧，现场是搁传出哔哔哔哔的声音。消防人员拍拼2点钟了后，才甲这大火拍花。伫咧火场内底有发现到受困的头家翁仔某，拢已经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有关是救无回来。大火对4楼的铁厝一直喷出来，这乌烟也冲上天。台南北区文贤路一间金纸店2号半暝1点外发生火灾，也因为这内面囤真侪金纸，也个泡啊，现场声音是蹦蹦叫。也因为店内面囤真侪金纸，才会熬导火物件。大火大约是2点钟后拍花，消防人员有冲出一条救援通道入去内面，甚至去互这熊熊倒起来金纸挡住去路，最后是有把这头家翁仔某救出来。2个人身躯烧烫伤严重，无生命健伤，送病院了后救无回来。那我们到达现场之后，是否已经有浓烟窜出那据指挥中心的资讯消息，是有2人受困在屋内。抢救燃烧的过程中它有发生大量的爆炸，还有燃烧。附近的厝边讲，这老翁仔某住伫遮超过20年，经营金纸店。因过厝边也捌甲提醒讲爱整理这物件。消防队前一阵也要来宣导用火安全，想袂到也未改善，就发生悲剧。我拢有改反应，但是无效。而且她老公上面还要养小鸟啦、养鸡啦，造成我们很大的困扰。内底拢金嘛，拢冻到无卡路啊。商业的登记那他可能会拿管制量，所以目前我们只是做预防性的宣导勤务这样。对，如果他有超过管制量的话，我们就会依消防安全设备设置标准去做要求。针对小型量无大的金纸店，台南市消防局无固定时间安检，但是有继续宣导用火安全。台南市消防局表示，讲未来会继续宣导，也无排除强制安置警器。也若详细导火原因，佫需要调查。公视新闻综合报道。高雄一个托婴中心的负责人，进前就因为虐待囡仔去放废照，即马又搁用因翁的名开一间托婴中心。同款是有甲另外一个年某做出硬甲囡仔灌牛奶、甲扇喙皮一寡不当的行为，有8个囡仔受害。社会局即马是已经下令，这间托婴中心得要停业，而且协助其他的囡仔换去别间机构。社会局人员来到高雄南仔溪这间托婴中心稽查，各有家长是紧走来要甲囡仔带走。是什么时候接到通知啊？刚刚，就先把小孩接走，对，先接走，然后把东西都东西都会取回啦，我们这边的东西都会取回，然后就会退货。家长接到社会局通知，讲伫透天厝1楼、2楼的这间托婴中心，有8个囡仔拿手放虐待。困难就是把蓝瓶盖打开，直接用管的，然后还有粗鲁的刀，就很像玩具这样甩去这样打巴掌。有家长表示，负责照顾囡仔的姓杨的查某人，较早是托婴中心的负责人，因为虐待囡仔，另母的证照互废掉，伊就偷用别人的证照继续来照顾囡仔。伫同款这个所在，用因翁的名做负责人。若托婴中心是改名重开，今年2月，伊和另外一个另母涉嫌甲囡仔灌牛奶、内急副食品者，甚至是扇喙皮。时间也久了所以说有些伤势可能就不是那么的明显，但是我们担心的是说会不会有一些后遗症。市府讲，苏当时核准这个托婴中心立案的时阵，就知影新的负责人和姓杨的查某人是翁仔某，可以不允许他吗？那中央回复我们说，如果没有不适当的这个身份，确实还是要符合，还是要核准他。
那也因为我们的担心，我们才会加强稽查。市府讲，因无定期稽查几若届，常常拄到托婴中心无开门，或者是摄养的查某人挑工要闪，稽查人员无法度发现状况。若机构已经下令托婴中心停业，嘛协助其他囡仔去别位所在。摄养的查某人除了刑事责任甲裁罚，嘛好要求未来30年袂使阁受囡仔照顾。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桃园检方侦办乌白乱倒废弃不良案件，查出有警员甲环保局的人，若像收业者的乌西，拢总14个人互带去调查。其中有3位警员，也有环保局的1位前药品助理，拢总4个人是升压核准。另外2个人以10万块交保，也有8证人是请回。桃园地检署侦办业者非法倒垃圾桶的案件，发现迄当阵的桃园市警察局杨梅分局1个姓黄甲姓朱的警察，也有桃园分局1个姓陈的警察，也有环保局1个姓张玉萍的助理，涉嫌收乌西钱。检方讯问了后，这4个人申请羁押核准。有关涉案羁押同仁一律免职，幼师所、永安所及新屋所所长各记过2次，督察组长记过1次，均调整非主管职务。另分局长记过2次。我们发现张姓约雇助理呢，他平常使用豪华代步工具，并且身上有过多的贵重金饰，那与他的收入显不相当，因此政务室就启动调查。针对涉嫌收乌西的案件，桃园市警局回应讲，3月初侦办刑事案件，就发现这个警察哪像涉及不法，主动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对涉嫌食钱的警察，该记2支大告免职。咱环保局嘛回应讲，去年7月才着检举，就发现这个助理行为无啥素常，随介入调查，详细嘛有先改调离开客栈的业务，8月份改改评。弃土或废弃物的估量有多少？你应该再去哪个地方？应该照他所谓的流程去走，结果都没有。啊，为什么没有？也没有人去监督。桃园地检署表示，这3位警察甲1个环保局约评的助理，以贪污的罪嫌申请羁押禁见核准。另外2个人是10万块交保。款团认为讲实检度的机制有问题，应该彻底来检讨。嘛讲牵连重大利益相关偷卖案件，无应该交予约评的人员来负责。公视新闻桃园报道。台中市议员亚康讲，有非法的集团，那像偷偷咧卖狗仔肉、猫仔肉，甚至有保育类较好的肉。台中市动防处甲保七纵队是当咧追查当中，只要确认到有咧抬或者是咧卖肉的行为，就会依照违反动保法甲野保法来甲因当处罚。塑胶袋啊，拍开一个看，竟然是完整的石虎遗体，颔管有明显的血迹，共疑似枪支的伤痕。有动，枪打的，对，是枪打的，枪打的。另外，这块肉透过扫描显示抗病的冲不晶片，疑似就是狗仔肉，嘛去互不法集团摕去卖来趁钱。有台中市议员去年底接到不法集团前员工的亚康，讲因伫咧网络卖狗仔甲猫仔的肉，甚至一支保育的石虎也通买到。保安第7纵队也正式接到通报。我们确实有收到新竹县政府的来函。请我们协助侦办，但是因为这个部分它究竟是不是石虎，后续还要送鉴定，还需要厘清。繁殖场，合法的繁殖场会不会把他家里的小狗等于交给这些在贩卖小狗的这些集团？搞不好我赏你啊，我也可以减轻负担啊。江和秋表示，要卖双方伫咧面册以维他命顶代号叫货，佫会当指定部位，伊嘛派人实际交易。甲规过程拢录起来。伊讲肉品的来源哪像是用枪拍蜡掠来的，另外嘛可能是拖正常倒台的狗仔，或者是接药了后放生的狗仔甲猫仔。宰杀犬只的话，可能就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20到200万的罚金。但是买卖使用那个犬猫的屠体的话，可能罚5万到25万的一个罚款。台中市动物保护防疫处表示，影片内底确实有石虎的遗体，目前已经将议员买的肉摕去化验，会和保安第7纵队追查。若确定甲动物抬是摕去卖，就会以动保法抑佫有野保法来甲伊处罚。若准有民众的宠物受害，主人也会当要求赔偿。公视新闻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来关心，法国有一间学校伫咧中昼食饭的时间，所有一个15岁学生举刀啊，伫学校内底乌白杀人，造成一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这个嫌犯落尾是去互一名教师甲伊压制，移送去警察局。做精神检查了后，是甲这嫌犯转送去病院接受治疗。伫法国西部城市南调的这间私立天主教中学，发生有人举刀啊攻击的案件了后，出现真侪警察伫现场维持安全。家长接到学校的通知，是真着急伫学校门口等要带囡仔转去。2时中昼12点半，学校中昼食饭休困的时间，有一个15岁学生举刀啊伫几啊间教室乌白攻击。有目击者讲，这个凶手捌对德国纳粹领导人希特勒表达过尊敬的想法。而且犯案进前，伊还佫发一张电子批互其他学生，毋过内底讲来讲去，毋知咧讲啥。Donc j'étais dans un autre bâtiment. Il y a eu l'alarme qui a retenti et on a commencé à se confiner. On pensait que c'était faux au début parce que c'était sur le temps du midi et normalement il n'y a pas d'alarme à ce moment-là. Sauf que au bout d'un certain temps, quand on se confine, il y a une amie à moi qui m'a appelée et elle m'a appelée en pleurs en me disant que il y avait quelqu'un qui s'était introduit dans l'école, que c'était sérieux, qu'il fallait qu'on se barricade, enfin qu'on se cache, et qu'elle avait vu toute la scène. Donc elle avait vu en fait l'élève qui s'est fait poignarder devant elle, et elle m'a dit c'est sérieux, fais attention. 这个校园内底的凶杀案，落尾收是几啊个老师做伙甲压制才收煞。但若这个举刀啊共攻击的学生，移送警察局了后做精神的检查，因为无符合拘留的规定，互转送去病院治疗。这个案件不幸造成一个学生死亡，3个学生受伤，其中一个查某学生伤势是特别严重。案件发生了后，教育部长甲市长拢有去学校关心这个案情。咱若总理白虎讲，有必要加强校园安全的措施，亲像伫入口的所在加装一个安全门。总统马克宏嘛伫 X 顶悬铺文，俄罗斯去阻挡凶手的老师，讲因为因的勇气，阻挡这个悲剧进一步扩大。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罗西亚搁再动用飞弹、无人机来轰炸乌克兰，至少造成12个人死亡，90个人受伤。美国总统川普对这件代志表示不满，嘛对莫斯科来施压，因为接落来这段时间就是俄乌要达成和平协议正关键的时期。乌克兰首都基辅，和俄罗斯的飞弹加无人机猛烈的攻击，建立物损害引起大火，造成百姓重大死伤。空袭警报响6点钟，对此美国总统川普正无欢喜。Use the words Vladimir stop. That seemed like a slightly different message, a personal message. What is your level of frustration with President Putin? I didn't like last night. I wasn't happy with it. And we're in the midst of talking peace, and missiles were fired. If the bombs keep falling, will you consider additional sanctions toward Russia, or what will you do if President Putin... I'd rather answer that question in a week. I want to see if we can have a deal. We're putting a lot of pressure on Russia, and Russia knows that. What concessions has Russia offered up thus far to get to the point where you're closer to peace? Stopping the war, stopping taking the whole country. Pretty big concession. 国务卿卢比奥这礼拜六有一场国家进一步的讨论，希望会让看到俄双方确定相关的协议。川普对普廷加泽伦斯基的态度正无同款，不讲泽伦斯基是独裁者，不过对普廷的态度是较温和。即马无论是基辅也是莫斯科，拢受到川普的压力。川普甚至呛声讲，和平若无进展，袂阁再做中人调停。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3讲，未伫咧任何和平协议内面承认俄罗斯有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川普对泽伦斯基这种讲法正不满，24讲乌克兰要甲克里米亚收回正困难，战争若阁拍落去，到时因会失去规个国家。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的关税政策是一直变来变去，而且川普讲有咧进行贸易谈判，也毋过中国这边算是否认，或这场贸易战是充满变数。因为美国的波音公司暂时证实讲，2025年中国拢总甲因订50架飞行机，即马是已经停止接收来自美国的波音飞行机。美国道琼指数连续3天回弹，2时收盘重新徛起咧4万点，市场看起来亲像真乐观。加减甲美中贸易战可能降温有关系，不过到底美中双方敢有参详？参详甲安怎？即摆又阁是一个讲好遐，一个讲本地。
fake news that trade talks are happening? Well, they had a meeting this morning, so I can't tell you. It doesn't matter who they is. 被问到敏感的问题，川普直接讲，对于问问题的记者报道有错误，不过实际上这并不是记者看到一个影生一个囝。这时，中国商务部甲外交部二时拢公开表示，美中当咧进行的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据我了解，中美双方并没有就关税问题进行磋商或谈判，更谈不上达成协议。川普进前才表示，未对中国加扣145%的关税协制，不过也未降到0。互外界解读讲，美中贸易战已经降温。华尔街日报甚至引述消息人士讲，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可能降到50%到65%。不过，川普虽阁解释讲，美国对中国的立场是无放软，也未高方面降低关税。对中国谈判的进度是互外界看甲雾煞煞，美国颠倒是对其他国家的信号相对明确。二是川普会见来访的两位的总理，甲财政部长史托滕伯格的时，美国的财政部长贝辛德向记者表示，美国甲韩国的贸易谈判正在进行，进度可能比按算的更较紧。只是川普又阁表示，美国无可能一个一个谈判，若准对方无选择谈判，就是由美国来设定一个因认为公平的协议。We are going to at some point just set prices for deals. Some will be tariffed. Some treated us very unfairly. They'll be tariffed higher than others. But we've been ripped off for many, many years. 就伫即阵，波音公司的执行长奥特伯格对外证实讲，中国已经暂停接受新的波音飞轮机。川普虽然拄伫社群媒体表达不满，不过美国一声又搁找到新的买主，就是马来西亚甲印度。针对全球贸易战所引起的各种无确定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二是除了警告全球的经济成长放慢，搁向下调整主要经济体2025年的成长预测。When we look at the data. What we see is that for the United States, recession risks have increased now to 37%. 路透社报道讲 ，IMF 的总裁乔治艾娃表示，中国即马应该爱把经济重心转向内需消费，因那当协是因为因是非常开放的经济体，对美国关税甲贸易战陷入风险的程度真悬，未来影响到的冲击恐惊是全面性的。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高中防治局别说，咱总统赖清德是指派前副总统陈建仁做特使去参加丧礼，表示哀悼。伫咧昨出发进前，冇来接受访问。总统这一次要我特别要向防治各教宗在临前致敬，而且也帮他祈祷希望他能够安息主怀，而且呢这个能够永享荣福更重要的也希望方济各教宗在天之灵也能够保佑台方关系能够永固，更重要的也是能够促进世界的和平、地球的永续。前副总统陈建仁表示，代表咱台湾的总统甲人民对教宗表达哀悼，展现咱两国坚定的友谊。另外，校长嘛宣布讲，包括美国总统川普，也阁有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在内，拢总有50多位国家的元首，至少有130个外国的代表团，拢会去参加26个丧礼。继续来关心教宗方济各的棺木，即马是伫咧圣伯多禄大教堂开放民众去悼念。有真侪来自全球各地的信众是专工去排队，排几啊点钟，就是为着要甲教宗告别。嘛，因为排队的人实在太济咧，教堂是临时决定半暝卖来开放。教宗彭济各的观察，拜三伫司机主教含瑞士卫兵的护送之下，慢慢刷去圣伯多禄大教堂。几天前的复活节，教宗才行过同一个路线，坐伫车顶向信众来致意。即马虽然是变作倒伫观察内面，民众同款是真有热情，提出手机啊要翕历史性的这个时阵，教宗的丧礼暗上拜六举行，伫这进前开放3天，互民众哀悼。对全球来的信徒是自头到尾无断过。Ho sentito come se avevo perso qualcuno della mia famiglia, come se avevo perso mio nonno, per esempio. Ho sentito un grande vuoto, il mio cuore spezzato davvero. Però anche ho sentito gratitudine per tutto che lui ha fatto per la Chiesa e anche
事实上，圣伯多禄广场一透早就有群众伫遮聚集，就算排队已经排到暗时啊，人嘛是阁一直来。高等临时决定甲看微容的时段延长，到半暝嘛共款开放。I've been here for 2 hours now already, and we're not even in there yet. But I think I don't even care how many time I wait here. It's just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this and how I admired Francisco in his life. And this is the Pope of my era, should I say? I think it's my favorite Pope. 排队等真久了后，总算见到教宗上尾一面的信众，大家人拢真激动。Walking in there, it was so silent, but you could feel how much people really cared about him and how much love there was for this man. Un'emozione molto forte, ti si stringe un po' il cuore vederlo lì, immobile logicamente, però è bello e ti rasserena, ti dà una pace interiore. 帮这高伫做教宗的期间是真朴实，关心世上受到苦难的善家人，而且致力在追求和平，互大家真尊敬，叫伊平民教宗。伊的观察开放看微容的第一天，就有上万人来到这。真侪信徒讲，为着对教宗表达上尾的敬意，不管排偌久，拢有迄个价值。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镜头转来看国内，海巡署伫咧今仔早起伫高雄兴达港的海巡基地，为死者船舰举行联合渡役典礼。这死者船舰平均是已经服务未加30天的时间，要执行真济救援，也阁有处地任务。海巡署表示，这对因来讲，毋若是一只船尔，更加是老战友，嘛感谢因这几冬来对渔民也阁有国家保护。贵宾用白色油漆豆豆啊，将船舰的名号抹掉，随落来将船顶的国旗降落来，代表这只船已经正式渡劫。海巡署舰队分署25早起伫高雄兴达港，为卫星舰、顺河1号、平湖舰、花莲舰举办渡劫仪式。海巡署表示，这4只海巡船舰平均服务时间接近30年，伫海上保护国家、守护渔民，完成济任务。现在要渡劫，因除了唔甘意外，也满心的感谢。我们不只是目送一艘舰船的退场，更是敬送一位老英雄回家，让我们以最高的敬意向他致敬，向这位老伙伴说一声辛苦了，欢迎回家。影片当中展示这4只船舰因轨事迹，唔有对受困渔民的即时救援，冇中国违法抽沙船的处理执法。其中2000吨的卫星舰已经33年，服务时间上久，也是第一只顺利完成实弹射击的海巡船舰。这33年来，是海巡人员上有力的瓦口之一。我相信。未来无论是新建服役或是新血加入，这份对海上安全以人道关怀的使命，都会继续传承下去。与主权、海巡朗朗上口的事，不挑衅、不冲突、不回避。海巡署表示，这4只船舰的渡劫代表的是世代交替，全新打造的12只安平级的巡防舰已经陆续加入海巡行列，未来会代替因继续在海上守护台湾。记者柯家祖、柯昭雄、高雄场报道。面对气候变迁，总统赖清德伫咧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表示讲，政府会来制定稳定的政策，避免高碳排产业因为外国的关税政策来受损，嘛协助企业来建立碳清查，协助外销企业达到国际标准，打造低碳排的供应链。环境部嘛提出相关的辅导产业，要走向低碳供应链，也个培育绿能人才方案。气候变迁的问题，正属极端气候灾害在全球发生，国际供应链对减碳要求嘛愈来愈着急。总统赖清德在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当中指出，最近美国的关税政策加上美中贸易战升温，毋但是产业受到影响，国内净零转型嘛拄着挑战。我们注意到许多产业因为经营的不确定性提高，民间对减碳 ESG 转趋观望。对此，行政团队已经积极审时度势、滚动式的调整策略，一定会做产业的后盾。环境部进一步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对绿能供应链的冲击，比如太阳能、面板、电池、电动车等等减碳产品的成本会明显增加。另外，嘛降低全球对绿能投资的信心，致使能源转型的速度放慢。环境部提出辅导产业转型低碳供应链的施政方向，甲栽培绿能人才的方案来面对全球变局。另外，在企业绿色转型资金的部分，金管会嘛提出绿色金融的方案，要透过设计投影子工具和金融
商品，希望带动企业支持低碳产业的发展。我们会朝向绿色低碳的供应链来出发，而且会专案来辅导协助各个产业来进行绿领人才，还有100亿绿色成长基金。所以我们预期未来呢，我们可以帮我们台湾年轻人创绿，找到新的工作机会。我们协同7大部会制定了绿色及转型金融行动方案。再来，我们跟5大部会制定的永续经济活动参考指引。我们跟环境部完善碳盘查与永续报告书，以及推动减量制度交易等4大策略。总统赖清德嘛强调，政府会制定稳定的碳定价和碳交易，避免高碳产业因为外国的关税政策受损。嘛协助企业建立碳盘查，也佮有产品碳卡价资料库等等，协助外销企业达到国际标准，来打造低碳供应链，建立绿色的台湾品牌，让台湾通在净零转型顶头对得到国际的脚步。记者卢尚珠、柯炳杰台北报道。网络诈骗的广告满满是，Google 伫今仔日有发表报告，指出伫咧去年因利用 AI 盗猎，伫咧美国就甲超过3900万的诈骗广告的口座禁起来，而且统计嘛有发现到，去年伫咧亚太地区的受骗损失都有到6880亿美金。咱的所谓发展部强调讲，会透过专法加强公司部门的合作来反制诈骗。Google 今仔日发表年度广告安全报告。解说诈骗集团安怎透过网络平台散布假的引人的广告，还佫用比一般较悬10倍薪水谁人来引，去外国食头路，变若着调，都有可能互骗去东南亚的诈骗园区，性命就会受到威胁。透过互动式的解说，网络平台 Google 分析出包括假的引人的广告这种网络诈骗的手路。求职者想要去投递的时候，他可能会出现说，他需要先提供一些银行账户，或者是先要有信用卡转账这件事情，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观察到比较可疑会出现诈骗的一些情况。Google 强调讲，去年用 AI 伫网络顶掠诈骗，光是美国都有3920万怀疑是诈骗广告的口座去用填款。在侦测甚至在打击上，能够更快速、更大规模的。能够去做很好的执行，那也能够用 AI 的这个模型去侦测最新的诈骗的这个趋势。偷诈骗从交友啦，从那个各式各样的管道，就是来诱骗你投资，然后最后就是诈骗你的金钱。这种广告大概目前也下降将近90%。即马诈骗广告是世界赢赢杯。所谓发展部部长黄彦南讲，政府已经通过掠诈骗的专法，强化警方甲金融机构联防的机制，以明确掠诈骗的策略，反制诈骗。嘛透过公司部门的合作，也佫有情报的交流，做伙要来加强掠诈骗的力头。公司新闻台北报道。为着要因应美国关税政策，行政院是有通过特别条例草案，编列4100亿的预算，其中有200亿就是要用来伫咧高等教育。教育部表示讲，初步规划是要来招募国际人才，支持创新创业，也佫有精进校务经营等等。全球头一个公测麦克就目翕神经探针晶片治疗忧郁症，用面交代生医工程所的研究，常常就国际期刊。不过教授是感叹，这几年真侪同学读完硕士，都无愿意搁读博士。多研究生大概认为说，我念到硕士就可以投入业界，然后有非常优渥的收入。那这个是很棒的事情，不过也确实比较高端的研究人才，我一直觉得在这几年看到他的断层越来越明显。业界开高薪，甲真侪硕博士请去，各个告诉待遇要安怎更较好。伊若想要吸引更较侪优秀的国际学生甲外师，出去办教育展，甚至伫咧研讨会摆那，拢是真重的开销。经费有限嘛，会参加这种教育展，一年就是顶多是2-3次就差不多了这样子。当然有钱的学校去比较多了哈。那经费有限的学校就只能挑重点的国家了。高等教育培育人才，要怎甲产业合作，需要更较侪经费支持。也若行政院会议是通过因应国际情势，加强经济社会和国土安全韧性特别条例草案，会有200亿用伫咧高等教育。教育部表示，初步规划会用伫咧招募国际人才，支持创新创业，也佫有精进校务经营3大面向。怎么样让我们的老师、国际人才在待遇上面可以更好一点，协助这教师，不用像过去就是留职停薪才能够到业界去创新创业。教育部表示，美国关税议题造成国际局势变化，人才嘛有可能对咧流动。
若是局势对招募国际人才有利，政府一定要先做准备，规划透过特别预算、放量法规，协助学校做出新措施。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根据统计，受到虐待的囡仔、青少年个案当中，有要到2成，其实是有亲像过动症或者是发展较慢等等这状况。今仔日卫福部就召开记者会，呼吁家长，若准是发现到这囡仔有特殊教育的需求，会当去家庭教育中心或者是亲子馆来咨询，卖当带囡仔去门诊接受评估，甲要治疗。唔通讲这囡仔用教袂听，就用拍用骂来教育。一般人无论是要上课、要上班，拢会思考要行什么路线，才会当顺利去到正确的位置。不过，这对 ADHD 注意力不足、有过动症的人来讲是真困难。有患者分享细汉时，伊阿母叫伊去买豆油，但是伊随着因为叫乌蝶虫拖，伫咧社区连动性2点钟。伊表示，恶转心的症状，互伊的成长过程食真侪苦汤。其实专注力不足，它其实影响不会只有在学校，它在你的职场生活、你的人际适应。方方面面都会造成影响。那它其实让我失去了很多人，失去了很多期待，受了很多伤。那服药之后，我一点一点的建立自信。林甘有表示，透过药物治疗甲生活训练，互伊会当和一般人同款生活。后来，伊去做社工，服务特殊需求的囡仔，不过嘛发现不少家长在管教过程有情绪失控的问题。根据卫福部2024年的调查，受虐待20项案件当中，囡仔有过动发展慢的个案占约2成。卫福部呼吁家长，若准发现囡仔有特殊的状况，比如恶专心、尿尿当无时停，还是语言发展慢等等，拢通带囡仔到门诊接受评估。他可能真的是有一些身心的状况，那需要的是治疗，而不是你用这种打骂方式来处理。如果是早疗，6岁以前都是早疗，那早期疗愈基本上他都在医院里面从这个通报到这个诊断，好，然后到治疗，都健保的部分都有给付。对，这个都是不用钱的。根据卫福部的统计，有通报6岁以下儿童发展慢的干那4.3%，接受疗愈的才2.7%。卫福部表示，针对特殊需求的儿少，有做线顶的教育影片，给家长参考。若有进一步咨询的需求，嘛通到徛街附近的家庭教育中心、亲子馆等等，正确认捌特殊需求，让囡仔和家长拢通建立健康安全的成长环境。记者卢尚珠靠编辑台北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对2015年开始设立人权纪念碑，原在顶头是刻8000位政治受难者的名，不过即马因为这名单是找到愈多，渐渐增加到12000多人。人权馆对去年6月就开始征收这个纪念碑的空间，嘛建立查询的系统，希望未来互更较侪民众会当了解到维权时期的迫害。这个政治受难者前辈，有文化部长李婉做伙伫景美人权博物馆启动新的人权纪念碑。其中一位受难者前辈杨天龙亲身把家己的名放入去纪念碑。伊伫16岁时阵，因为涉嫌伫新德市新生戏院用钢笔写参加共产党顶标语，所以被羁押。杨天龙前辈表示，真感谢通透过纪念碑，把这段记忆家己的名保留。有一个纪念性的，可以永久的保存下去的纪念性质。我今天看到这纪念碑的过程，我非常的感谢有这么一个这个纪念碑。景美人权博物馆伫2015年设立人权纪念碑，迄阵有8049位受难者前辈刻伫纪念碑顶悬。这几年因为有一寡档案受难者的资料一直见光，目前受难者人数是增加到12060位。所以人权博物馆对去年6月征收纪念碑，增加纪念碑的空间。文化部长李婉表示，这每一个人的名，就代表一个家庭一个沉重的故事。虽然目前不义为止保存条例还未通过，不过政府转型正义的工作未停歇。在立法院告诉所有立法委员，因为你们没有过同样的痛苦，你们应该要了解别人的痛苦，你才能够面对白色恐怖到底是什么事情。那最近我们在不义遗址的条例没有通过之前，我们要做一个转型正义、有转型正义意义的空间，接受民间的人来申请。
另外，这届国家人权博物馆唔但改善纪念碑的空间位置，也特别建立线顶的资料库，并将通以受难者的名落去查询，了解受难者的故事，找到比较的位置。人权博物馆表示，咱袂当袂记这历史的假事，希望透过更新纪念碑，通帮助民众了解政治受难者的生命史，把这段历史记忆留落来，表达感念，这也是转型正义真重要的一部分。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伫咧花莲县的部落，对2018年开始是由原民会也有华东基金来建立县内，拢总有700多个基地台，提供予居民会当来使用 WiFi 上网。不过最近伫咧富里乡、丰滨乡的部落，确实拢无法度连到网络，影响到当地观光、视讯课程，甚至是视讯看诊。花莲玉里镇的春日部落电话条顶原搭 iTrap 搭载的所在就是有线，按部落无线网络起点，不过为4月份开始，信号开始断去，民众无法度上网络，囡仔的视讯课程用要真做问题。现在因为都是视讯课程，有时候会需要到网络这样子，它是根本就是不存在了啊。除了玉里镇、丰滨乡、万宁乡、倒溪乡有87个部落，户外 WiFi 拢暂停，影响唔但教育，也个观光产业，甚至偏向视讯医疗，网络为什么断去，引起议员的质疑。建制是2018到2020，那维管中央做到2025，那接下来他们期待是花莲县政府要接手，不管是维护的费用或者是电信的费用，看起来是花莲县政府在去年并没有编列这笔钱。县府解说，按部落过去拢使用华东基金恢复，按过一年爱1000多万。去年拢向中央争取预算，按过各发挥审查拢无通过，干那用县预算甲厂商来协调。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公开上网招标中啊。那我们原则上我们就是尽快能够在6月份能够有一些开通的部分。县府强调，爱部落户外网络经费明年开始会编制县预算，今日明年底拢有2批报告到期，也先规划处理，未阁互部落网络断去。公司新闻花莲报道。嘉义有农民发现讲，伊种的山野今年全部拢无条果，原底一粒会当到2斤的山野，即马10粒加起来都拢无1斤，有可能是受到顶一阵仔天气变化影响。农民嘛希望相关单位会当赶紧来甲因斗相共。这过半个月，这条拢老了了啦。捌落来山野变开来看，内底拢无籽。伫烦恼种山野的农民讲，规乡仔的山野拢是这种状况。而且除了山野以外，即摆嘛发现讲林景乃至嘛有同款的问题。哦，莫讲一成2成啦，我看1成都无啊！你看这规丛拢总无开花，哦啊山野开啊高，结果一丛拢剩3粒，哦啊有这无的咧，无半粒。咱嘛有看到乃至林景甲咱的洛梨吼，啊因的结果力是真正非常的无好吼。啊，所以咱公所嘛，拢会落去甲伊调查，啊，落去甲往上级单位落去甲提报。在地农民讲，今年山野要授粉的时阵，天气向变寒，上低只有9度，影响到金神甲芳的授粉，所以山野加就生安尼嘛袂够大。来了解专家嘛向当地的农民提出因的建议。刚好就是都遇到下雨或者是低温时的，他们的活动力比较没有那么强。然后专家他们也是有的去辅导农民，他们就是也饲养一些丽蝇这样子，看能不能改善一点着果率的情形。嘉义县农业处表示，嘉义县正改良品种的山野面积有269公顷，目前受损的种植面积超过6成，而且损害的程度拢有到救助的标准，已经把各乡镇的资料送到农粮署，希望替农民来争取灾害救助。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同款是天气影响农产品的消息，咱来关心到今年台南、屏东甲嘉义的阿布卡罗，这产量嘛是减少真侪，有的是有开花无结籽，有的是落甲真严重。农民估计这产量尚无减8成，呼吁政府爱赶紧来提供补助。农民今日田里看到油来树今年无结果的状况，实在真无奈。本届即阵拢通看到树丛脱落啊，不过今年台南大内的果树无啥看到油来啊。农民讲，永年2、3月就开花，今年拄到寒流甲落雨，结果开花无授粉，地数损失严重。开花还是开得还蛮漂亮，花很多。我说，今年说不定是丰收期，不好意思，等他结完果来看，啊，怎么会这样子呢？
树上真的一颗果实都没有，从来没有遇过这么惨的事。全台游来啊，最后种伫台南嘉义甲屏东，其中屏东县着290公顷，煞嘛有同款的状况。各农表示，应该拿出2成，最后因为天气变化大。第一点阴地讲不出来嘛，第二点伊有结小果的时阵哦，你温差过大，一天温差超过10几度的话，它就会落果了。有即有的甚至有的一丛吼，有的找不到10粒的。游来啊，一冬敢若修行1摆，对进入溪口修行，上少的3冬量才会豆豆出来。农民讲，这回是有史以来上严重的，这嘛连带影响到果汁店。热天到啊，游来啊牛奶本价卖甲真好，不过头家讲，这阵用的是旧年冷冻的，库存敢若会当冻到后礼拜，有钱嘛无得买。但是农业局请受灾农民去公所先申报，5月因会校长会刊。本来应该是每年的1月、2月都可以有采收。结果到现在已经5月了，完全没有，连一颗都没有。没有啦，一定没有的啦。我邀请改良场、农事所啊，和那个农粮署来，还有公所来做正式的事后开刊哈，来决定到底是不是开设台南市的现在求助哈。其实家己台东嘛传出产量无理想，面对专卖性的灾损，这些农民希望政府通加减补助，帮因度过歹年冬。记者李树台南采访报道。来看新竹母语团体举办亲子运动会的活动，除了带大家做伙来熟悉奥运比赛项目的台语，而且让大人囡仔做伙耍甲真欢喜。甲盛会用卡夹的，一个团一个。国家石轮比赛，包用吹盆的卡球比赛，趣味的比赛，互现场除了笑声，也有台语声。囡仔吼会使伫咧足轻松的伫咧足轻松的所在安尼来耍，啊，佫会使学到台语安尼，我感觉比伫咧学校上课较趣味。囡仔其实会较愿意做伙佚佗，做伙耍安尼，嘿对，因为伫厝可能一个人甲会耍，伊就袂感觉做趣味。这场趣味的台语运动会，老师嘛介绍奥运标志的由来，以及台湾伫奥运历史上所经历过的代志，也利用这个机会，带大家做伙熟悉运动比赛项目的台语用词。介绍讲为什么台湾代表团出去的时阵，袂当用阮的国旗的这个历史是安怎一回事？啊，国际观点都有啥物国家甲阮有共款的情形？啊，我感觉讲这项代志是最有意义的代志。运动有这侪项目，啊有这侪人唔知影要安怎讲。比如讲，台湾的迄选手，耿石链足厉害，阮有摕过金牌。啊，大家想讲，这要安怎讲？可能是亚当，啊嘛会使讲亚石链。现场还有教亲子有教。带大家做伙体验，做出各种趣味的动作，互参加的大人、甲囡仔拢耍甲真欢喜，去通运动兼学台语。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伫咧美国的乌山厨市场是已经有超过80年的历史。即麦接管的新创企业家是引进数据管理系统，对营运到服务全面来提升。乌山厨市场是地区型的厨市场，本来强要无法度经营，因过新创企业家莫根森接手了，导入专业的数位营运系统，自厨市场的数量、坐览车、厨市道的人数，到历史区全会、供应甲销售的情形，员工的排班甲人力表，拢用系统进行自动化甲数据化的会诊监控。A lot of general managers will go out and look how many rows of cars are parked, and that's kind of how they tell how busy they are. We really want to look at transactional data down to the deepest level. When are people buying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right? How do we staff the cafeteria and at what time? 伫人客这边只用手机 APP 就当订览车票、做少装备、有约出售课程，系统会即时汇整所有资料，真方便。Not only can we track how many runs they've skied, we can track by product, we can track by zip code, we can look at demographic. 乌山厨市场的经营者为了要扩展业务范围，2023年并购通行证公司 IndyPass， 这是整合全美国230间独立厨市场的通行系统，人可以摕这张卡就能到各地厨市场。因若大型的厨师集团像 Vail、
是开大钱建立先进的监控系统，甚至投资几落亿提升造势能力，加强应用地球暖化造成的欠税问题。Our company is a wildly data-driven company. We know a lot about our guest set. We know their tastes. We know what they like to ski. We know when they like to ski. And we're able to use that data to really improve the guest experience. 开大钱投资表示期待有国家管理利润。大型的出市场，一张一天的票，换算大票是9000多块。因那小型的乌山出市场，一天的票上最是大票3200，俗真多。乌山出市场业者的梦想是希望会让透过数据加科技，和出市变做一种大家拢会当参加的社区活动。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21度至24度。中部地区23度至29度，南部地区26度至33度，东部地区23度至29度，还有外岛地区19度至28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那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日今天灾地变，山区正做孤岛，新北